真定假？乜而家啲人幫人哋影證件相可以做到年收入1000萬美金咁咩？會唔會誇張咗啲啊？呢個人就係用咗 AI 實現咗呢件事。佢係一個波蘭人，佢個名叫做唔係好識讀。佢當年就喺最繁忙嘅商場入邊幫人哋影一啲搞笑相，嗰陣時真係賺到豬籠入水㗎。但係點知嗰陣時搞笑相嘅熱潮好快就過去啦。加上喺2020年嘅時候，嗰陣時咁啱又遇上疫情，商場全線關閉，攝影業務幾乎上係歸零。咁嗰陣時佢就走投無路，咁佢決定去將佢嘅業務放喺線上面招客。咁佢究竟係點樣做嘅呢？首先佢決定同拍檔用佢哋嘅積蓄同大學合作，自家研發 AI 證件相技術。佢哋架構係咁嘅，佢哋自家研發 AI 證件相嘅演算法，跟住將佢哋個系統放喺 AWS 雲端系統上面運作，再配合埋24小時人工複核系統，咁就打造咗呢個 AI 工具出嚟啦。呢個 AI 工具叫做 Photo A， 用家只需要求其攞起部手機喺屋企影一張自拍相 ，AI 就可以即時偵測人臉，自動剪裁、去除背景、配埋光源，15秒之內就可以出一張完全符合全球政府規格嘅護照相，唔使去照相簿，就咁喺屋企 sofa 上面等幾個嚟，咁就搞掂噶啦。佢幫人哋解決咗一件咩事呢？就幫人哋解決咗唔需要特登走去照相簿，又浪費時間，又浪費金錢去做一件原本可以好簡單嘅事。Photo A 而家喺全球150多個國家服務緊超過100名客戶。2023年嘅時候，佢當年嘅年收入已經達到1000萬美金。一個讀法律唔識得寫程式嘅人，用 AI 創業改變咗全世界人影護照相嘅方式。留言我將所有嘅操作流程同埋工具連結全部發晒俾你。關注我，我係 Andy，下次帶你睇下一人公司點樣用 AI 成功創業嘅真實案例。